連發夢都返緊工，起身仲攰過琴日。當夢境變成壓力怪獸，係咪代表你嘅睡眠需要解救？係時候同壓力講拜拜，發個甜夢。你有冇試過半夜驚醒，發現自己夢緊開會，或者壓力大到連瞓覺都覺得罪疚？根據研究，睡眠不足會搞亂情緒，降低決策力，甚至同憂鬱、焦慮有關。真係唔講得笑。實驗室多度睡眠圖 polysomnography PSG 嘅測試發現，睡眠時非快速眼動期 NREM 可以分為3個階段，代表不同嘅睡眠深度。每個階段都有獨特性，包括腦波模式、眼球運動同肌肉張力嘅變化。科學話，睡眠係修復身體嘅黃金時間，但係如果連續幾晚瞓唔好，你嘅身體同大腦就似開足引擎，分分鐘會過熱。所以我哋要甩開壓力，瞓個好覺，連夢入面都放假。點樣做到？ Holers 有以下救星，等我逐一介紹。第一招，輕鬆小夜屋 Melatonox 安睡樂，含褪黑激素、天然歇草攫取，解鬱安神，幫你調節生物鐘，快速入睡。夜晚瞓得香，連怪夢都唔敢嚟搗亂。第二招，安眠合女。Holers 甜睡樂同 liposomalt 促睡寧雙劍合璧，鬆弛繃緊神經，改善睡眠品質。含加納子精華、葉酸，採用 liposell-tech 技術，吸收率快到飛起，壓力1秒潛行走人。第三招，舒壓搖籃 Holers X Bilinol 舒壓輕，人參攫取富多種維他命，只需2周，改善情緒，去疲勞達38%。通宵 OT 唔俾瞓，佢幫你同疲憊講拜拜。2025年，讓我們與壓力告別，擁抱優質睡眠。Holers 系列產品助你一臂之力，從此連睡夢都成為假期。